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配有中文字幕。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等我哋可以有改進。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一個由6個保加利亞人組成，替俄羅斯做間諜嘅特務集團喺英國被捕並判監，總刑期判咗成50年。佢哋喺英國一間海邊民宿進行間諜活動，監視俄羅斯異見人士、記者同埋外國軍事目標。案件由倫敦警察廳負責調查，被形容為英國揭發過其中一單最大型、最複雜嘅敵對間諜行動。集團首腦魯索夫 Pauline Wusef 判監超過10年，仲要交還非法得益。政府強調會繼續用盡一切手段打擊敵對國家嘅間諜威脅。詳細新聞內容：英國一個由6個保加利亞人組成嘅俄羅斯特務集團喺英國海邊一間破舊嘅民宿搞情報活動，規模大到被形容係工業級。而家6個人全部被判監，總刑期加埋有50年。呢個間諜網成員包括33歲嘅卡芙蓮伊雲諾娃 Catherine Ivanova、30歲嘅雲亞加比諾娃 Honya Gabarova 同埋39歲嘅提荷米爾伊雲切夫 Tihomir Ivanov Ivanchuk。佢哋主要係替俄羅斯提供機密情報，甚至計劃綁架同殺人。案件調查由倫敦警察廳進行，被形容為佢哋其中一宗最複雜嘅反間諜行動。呢班間諜由2020年8月開始，就一直幫俄羅斯特務頭目馬沙勒克 Jan Marsalek 傳送情報。馬沙勒克之前係德國支付公司 Wirecard 嘅營運總監，間公司爆煲之後逃走，目前俾國際刑警通緝。除咗上述3人，另外3個人包括47歲嘅奧連魯索夫、44歲嘅比沙贊巴索夫 Bisa Jumbasa 同埋33歲嘅伊雲斯托亞諾夫 Ivan Stoyanov。佢哋都承認咗有份參與。庭上提到，佢哋監視過嘅目標包括一位 Bellingcat 調查記者、哈薩克前政客，仲有一個俄羅斯律師。佢哋甚至喺德國監視調查一個美軍基地，嗰度據講係用嚟訓練烏克蘭士兵。魯索夫係呢個集團嘅大佬，參與咗6個大型間諜行動，仲整咗唔少假身份證件，結果判咗10年8個月監。贊巴索夫判10年2個月，佢女朋友嘅伊雲諾娃就判咗9年8個月，加比諾娃判咗6年8個月又3個星期。法官話佢好清楚自己做緊嘅嘢係幫俄羅斯，仲覺得成件事刺激又型。伊雲契夫判8年，斯托亞諾夫判5年3個星期。法院仲話，警察從魯索夫部手機度揾到超過10萬條 Telegram 信息，證明佢哋係長期策劃間諜行動。入面仲見到啲代號，魯索夫叫自己成龍，贊巴索夫用狂野麥斯同雲丹美，而佢哋叫其他特工做壞蛋掌門人入面嘅 Minions。佢哋甚至用一間喺英國 Great Yarmouth 嘅民宿做基地，入面揾到啲間諜裝備，好似假石頭入面裝有攝錄機、領帶、可樂樽，甚至連 Minions 公仔入面都有監聽器。馬沙勒克仲自稱可以提供活武。曾經喺2021年同魯索夫講，基本上除咗核彈，我哋乜都可以整到。如果佢哋肯俾錢，連核彈都得。其中一位被監視嘅對象 Bellingcat 記者基斯圖葛羅澤夫 Christo Grosev 話，成件事令佢驚恐、迷惘又非常唔安。佢曾經因為揭露俄羅斯涉及諾維喬克中毒事件同擊落馬航 MH17 客機而被針對。佢描述話，伊雲諾娃喺飛機上用手袋帶住嘅攝影機拍低咗佢電話密碼。佢話成件事對我同屋企人影響深遠，改變咗我每日生活嘅方式。另一位目標人物哈薩克異見人士貝爾基雷斯卡利耶夫 Bejiviskaliyev 就話，雖然班間諜已經被捕，
但佢仲係擔心安全威脅未完全解除。佢而家要請私人保安改變自己出入嘅路線。而家法官已經下令，魯索夫要交還超過18萬英鎊非法得來嘅錢。英國安全事務部長澤偉新 Dan Jarvis 話：呢時案證明外國勢力對英國國安構成重大威脅，政府會繼續用盡所有手段保障國民安全。而倫敦警察廳反恐部門負責人梅菲警司 Dominic Murphy 亦話：呢單案反映某啲國家開始外判間諜行動，仲話呢個團夥對英國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今次判刑係絕對合理。呢集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我哋下集再見。